你行過街頭，有冇見到嗰啲大大隻字寫住結業清倉，最後3日一截起嘅紅布拉晒出嚟？最近我行過呢間有過100年歷史嘅老字號先施百貨，心入面真係落噔一聲，諗住話晒都係一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由1900年開到而家，既然話要執笠清貨，點都要入去掃下平貨，順便懷念下。點知一入到去，我唔係見到回憶，我係見到一個大型嘅清倉騙局。全場所謂嘅1折、2折，睇真啲，根本全部都係垃圾。最令我把幾火嘅係，呢啲標榜住老字號名義嘅所謂清倉，擺明就係想嗰啲對品牌仲有一份情意結嘅老人家，專門劏阿婆，將啲倉底死貨、垃圾貨色攞出嚟當寶咁賣。今日我就要帶大家入去呢個充滿陷阱嘅現場，實測踢爆呢場名為清倉、實為揾笨嘅大龍鳳。一入到去先施個門口，陣味已經唔同晒。以前嘅先施雖然呢20幾30年係落後咗啲，但起碼仲有一種百貨公司嘅體面。而家呢，陣味簡直係成陣霉味同埋嗰種擺咗喺貨倉10幾20年嘅死貨味撲鼻而來。你望下周圍，啲裝修爛溶溶都算啦，最慘不忍睹嘅係啲貨架亂七八糟，好似難民營咁。啲衫一件件好似梅菜咁掛喺度，或者乾脆一堆堆咁吊喺個車仔度。呢種所謂嘅清倉，第一眼就已經話俾你聽，呢度冇好嘢。我首先去睇下嗰啲所謂1折嘅服裝區。你以為1折可以買到以前嗰種幾千蚊件嘅羊毛褸或者名牌西裝？諗多咗啦。我隨手攞起一件睇落去好似係90年代產物嘅恤衫，個領口位已經黃晒，啲線頭周圍飛，標價寫住800幾蚊，而家1折賣80幾蚊。問題係呢件嘢就算送俾我攞嚟抹地，我都嫌佢硬得滯啊！呢啲貨色根本唔係先施以前嘅存貨，睇得出係嗰種專門喺清倉期入嚟嘅廉價貨。最荒謬嘅係，我見到啲甚至連牌子都冇嘅運動褲，薄到透光，標價竟然咁寫400幾蚊。大佬啊，你喺長沙灣、深水埗啲排檔買20零30蚊有一條啦，你標個高價再打1折，咁樣叫平？呢啲咪就係專老人家唔識貨，以為見到1折2個字就係執到寶。我再行埋去嗰啲所謂嘅名牌鞋履區，哎呀，真係睇到我眼都大埋。啲鞋嘅款式真係連我阿嫲60歲嗰陣都未必肯着。好多皮鞋嘅皮面已經開始剝落，一摸就甩粉，明顯係擺得太耐，皮質已經變咗。有個阿婆喺度揀緊一對所謂嘅真皮女裝鞋，賣緊100幾蚊。我忍唔住行埋去摸下，嗰種手感分明係人造皮，仲要係最廉價嗰種。我同阿婆講：婆婆，呢對鞋啲底好硬喎，行路會腳痛㗎。點知個售貨員即刻好似見到仇人咁望住我，大聲講：呢啲係意大利設計，執笠先咁平，平時賣1000幾蚊㗎。我真係心諗，意大利設計？意大利邊個村口嘅設計啊？你咁樣老人家，良心過唔過得去？大家一定要留意，呢種清倉通常會混合咗3種貨色。第一種係真真正正嘅死貨，即係擺咗幾十年都賣唔出嘅古董。第二種係借貨，即係出面啲批發商見你呢度有流量，就將啲出面都無人要嘅垃圾攞入嚟寄賣，借你老字號個名嚟散貨。第三種就係最毒嘅提價貨，先將原本值10蚊嘅嘢標到100蚊，再同你講1折。我行上2樓，見到啲家庭電器，更加係重災區。有一堆睇落去好似係10幾年前產物嘅電飯煲、熱水壺，牌子名我都未聽過，甚至係啲連包裝盒都殘晒嘅所謂開箱貨。我見到有個50幾歲嘅阿叔拎住個負離子風筒喺度研究。嗰個風筒個塑膠殼嘅質感差到不得了，仲有一陣陣濃烈嘅回收塑膠味。個價錢牌寫住清倉價99蚊。我偷偷地用電話上網查下，結果喺某個大型購物平台揾到一模一樣嘅，賣緊人民幣19蚊。呢啲所謂嘅清倉特賣，其實就係將呢啲低質電子垃圾
抬高幾倍價錢嚟賣俾啲唔識上網比較價錢嘅基層市民同長老。最令我心寒嘅係，場內充滿住一種緊張嘅搶購氣氛，啲售貨員不斷大叫：最後今日啦，聽日就拆場啦，要買趁手。呢種係典型嘅心理戰，令到啲老人家覺得如果今日唔買就係蝕底。我見到好多老人家，佢哋可能係以前先師嘅忠實擁有，喺佢哋心目中，先師代表住高品質，代表住信譽。佢哋未必知道，今時今日嘅先師已經唔係以前嗰間，佢哋仲以為可以好似以前咁買到物超所值嘅嘢。佢哋辛辛苦苦儲落嘅老本，就係咁樣俾咗呢啲所謂嘅清倉騙局買返去一堆垃圾。其實呢種結業清倉嘅現象喺香港已經係一個唔係秘密嘅秘密。好多時候，一間店鋪如果真係執笠，啲好嘢一早俾熟客或者員工內購晒，或者俾大型批發商收走咗，剩低落嚟擺喺場度賣嘅，基本上都係垃圾。更有甚者，係有一啲專門做結業生意嘅公司，佢哋會承接呢啲瀕臨執笠或者已經轉手嘅老字號場地，然後入一大堆廉價劣質貨，掛羊頭賣狗肉。先師呢次清倉，俾我嘅感覺就係咁。我喺場入面觀察咗成2個鐘，我見到一個好心酸嘅畫面。有個拎住拐杖，睇落起碼有80歲嘅老婆婆，佢好認真咁喺度揀緊一條絲巾。條絲巾印花俗氣到不得了，仲要係100%聚酯纖維，即係化纖，一啲都唔透氣。個標價係199蚊。老婆婆摸咗好耐，最後從銀包入面慢慢掃出一沓皺晒皮嘅10蚊紙賣咗佢。售貨員收錢嗰陣嗰種冷漠同埋急住趕佢走嘅樣，真係令我好難受。呢條絲巾可能喺深水埗鴨寮街賣10蚊都無人要，但喺呢度因為掛住先師個名，因為一個虛假嘅清倉名號，就咁樣呃走咗阿婆200蚊。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打算去呢啲所謂嘅老字號清倉執平嘢，我求下你哋一定要阻止佢哋。你要話俾佢哋聽，呢個世界係無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一折起，係可能全場得一件垃圾係一折，其他全部都係抬高價之後嘅假折扣。全場都係垃圾，係一啲都無誇張。如果你真係想買好嘢，去返正式嘅百貨公司，或者等大商場換季嗰陣嘅減價仲實際。行完呢轉先師，我除咗憤怒，仲有一種好深嘅悲哀。先師百貨由1900年創立到而家，經歷咗120幾年。佢曾經係遠東地區最大嘅百貨公司之一，係香港人嘅驕傲，係身份嘅象徵。當年去先師買嘢，係一件好隆重、好體面嘅事。但係睇下而家，佢竟然淪落到要靠呢種清倉騙局式嘅手段嚟榨取老人家最後一點餘熱。呢種對品牌信譽嘅透支，簡直係對創辦人馬英彪先生嘅一種侮辱。最後，我想同大家講，消費嘅時候一定要保持理性。見到結業、清倉、最後3日呢啲字眼，一定要保持警惕。入去行下冇問題，但係俾錢之前，摸下件貨嘅質地，聞下有冇異味，睇下啲線頭同手工，最重要係用電話查下個價錢。唔好俾嗰種所謂嘅情意結同埋唔買就蝕嘅心態蒙蔽咗你嘅雙眼。呢啲所謂嘅一折起，全是垃圾嘅實測踢爆，就係想提醒大家唔好成為呢啲專呃阿婆嘅死貨騙局入面嘅下一個受害者。我行出門口嗰陣，回頭望下嗰個殘舊嘅招牌，心入面諗，或者呢間百貨公司喺好多年前已經真正結業咗，而家剩落嚟嘅只不過係一個俾人用嚟呃錢嘅軀殼。呢啲所謂嘅死貨，不單止係啲過時嘅商品，更係一堆無靈魂、無信譽嘅垃圾。大家記住，平嘢唔一定無好，但係如果平得太離譜，或者係喺呢種烏煙瘴氣嘅環境入面出現嘅平嘢，通常都係坑。保護好自己嘅荷包，更要保護好屋企老人家嘅血汗錢。呢個所謂嘅先師結業清倉，我實測完嘅結論只有一個字：走。呢場大龍鳳，我睇到嘅唔係一個企業嘅落寞，
而係一個時代信譽嘅破產。啲老字號如果真係要走，都請走得體面啲，唔好喺臨走前仲要喺班忠實擁躉身上刮最後一筆。如果你哋仲打算去睇下，我建議你帶住批判性嘅眼光入去，當係睇一場荒謬劇，或者睇下香港百貨業嘅黑歷史。至於買嘢，算啦，留返啲錢去食餐好嘅仲實際。唔好再俾呢啲清倉騙局繼續橫行，我哋要用行動話俾班商人聽，香港人係唔好呃嘅。我想再深入講下呢啲所謂死貨嘅來源。其實有一種專門嘅行業，叫做收場公司，佢哋會喺全亞洲甚至全球搜羅啲因為廠方執笠、海關扣押或者係商場退貨而積壓落嚟嘅廢料。呢啲貨色往往成本低到你唔信，可能係幾毫子一斤咁樣買返嚟。然後佢哋會等一啲老牌商號，好似先施呢啲財務出現問題或者準備轉型嘅時候，同佢哋簽一份短期租約或者合作協議。佢哋利用老牌子嘅剩餘價值，將呢啲原本應該入垃圾堆填區嘅嘢，重新包裝成結業清倉貨。我喺現場見到有一啲所謂嘅真皮手袋，掛喺角落頭，賣緊300幾蚊。我攞起嚟一睇，個內裏已經粉碎咗，啲皮一陣陣難聞嘅化學味，標籤上面甚至連生產地址同公司名稱都冇。呢啲嘢如果俾老人家買返屋企，長期接觸呢啲劣質化學品，分明係對健康都有影響。最離譜嘅係，呢啲貨品係不設退換嘅，好多老人家返到屋企先發現壞咗、爛咗或者唔啱用，返嚟想退，啲售貨員就會變咗另一副嘴臉，話清倉貨係咁價啦，你自己唔睇清楚。呢種商業模式真係非常之卑劣，佢哋唔係靠提供價值嚟賺錢，而係靠利用資訊差同埋消費者嘅同情心同懷念情懷。對於好多70歲、80歲嘅老人家嚟講，先施代表咗佢哋年輕時代嘅繁華。佢哋可能仲記得以前1950年、1960年嗰陣，去先施買件衫係幾咁大件事。嗰份信任係經過幾十年累積落嚟嘅。而家呢啲商家就係將呢份幾十年累積落嚟嘅信任，喺短短幾個月嘅清倉期入面，一次過變現榨乾。我再講返嗰啲一折嘅噱頭，大家有冇發現呢啲場入面永遠冇一件嘢係你真正需要嘅名牌？佢哋會喺門口擺幾件好似幾得體嘅衫，或者係一兩對真係大牌子嘅舊款鞋，吸引你入去。等你入到去，你就會發現嗰幾件嘢根本無碼，或者係殘缺不全嘅。然後售貨員就會引你去睇其他所謂同樣係一折嘅雜牌貨。呢種手法喺心理學上叫做有利效應。你入到去已經付出咗時間成本，心入面會有一種既然嚟到就點都買啲嘢返去嘅強迫感，最後你就係咁樣買咗一堆垃圾返屋企。我喺呢間店入面行咗好耐，甚至去咗佢哋嗰個所謂嘅特賣地庫。地庫嘅環境更加差，空氣唔流通，燈光昏暗。喺嗰度，我見到一堆堆嘅床上用品，嗰啲枕頭、被袋雖然包裝得好靚，寫住澳洲羊毛、絲質觸感，但我一摸就知係普通嘅人造纖維。最令我氣憤嘅係，佢哋標個原價係2000幾蚊，而家賣200幾蚊。好多老人家覺得200幾蚊買套澳洲羊毛好划算，其實呢啲嘢喺淘寶上面可能只係賣人民幣30蚊。呢啲商人真係食盡老人家嘅血汗錢。大家仲要留意一點，呢啲清倉往往會持續好耐。佢話最後3日，過咗3日你再去睇，佢又會掛多個牌話最後2日。呢種永無止境嘅最後1日，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欺詐。如果真係結業，點會可以無限期咁賣落去？其實呢個場已經變咗一個臨時嘅跳蚤市場，只不過係租用咗先施呢個名字。我真心覺得香港嘅監管部門應該要介入下。雖然話自由市場買賣自願，但係涉及到咁大規模嘅提價再打折，仲有涉及誤導性嘅促銷手段，係咪已經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呢？我哋作為消費者，除咗自保，亦都要發聲。
如果你見到呢啲唔公平、唔誠實嘅商業行為，一定要講出嚟。總結一下我呢次嘅實測，呢場所謂嘅先施結業清倉，絕對唔係乜嘢執平嘢嘅機會，佢係一個精心設計嘅局，目標係你銀包入面嘅錢，同埋你對老字號嗰份情懷。場入面嘅貨色9成9都係垃圾。如果你唔想抌錢落鹹水海，如果你唔想買反堆電子廢物或者化學纖維返屋企，請你遠離呢啲清倉陷阱。最後，我想對先施嘅管理層講一句，如果你哋真係要為呢個百年品牌畫上句號，請俾佢一個尊嚴嘅結尾。咁樣做生意係喺度消費緊香港人對老字號最後嘅一點尊重。唔好等幾十年後，大家提起先施，諗到嘅唔係誠實無欺，而係呢場清倉騙局。我行出百貨公司，外面嘅陽光好刺眼，我見到門口依然有無數嘅老人家，正興致勃勃咁行入去。我冇辦法一個個去拉住佢哋，但我希望呢段文字可以傳到你哋每一個人嘅耳入面，話俾你屋企嘅長輩知，真正嘅好嘢唔會喺呢種地方出現。我哋嘅集體回憶係無價嘅，唔好俾呢啲卑劣嘅商業行為玷污咗。保護好自己，保護好家人，唔好做嗰隻俾人劏嘅肥羊。呢場清倉騙局，今日我就踢爆到呢度。大家真係要小心，呢啲所謂嘅結業，好多時只係一種經營權嘅轉讓，或者係結業部分分店。總之就係用呢個藉口嚟搞一次大屠殺。你以為你係去執雞，其實你係去做雞。唔好再俾嗰啲紅底白字嘅大招牌呃到你。呢啲垃圾貨連垃圾桶都唔想收，你又何必花錢搬返屋企呢？我想起以前細個嗰陣，屋企人帶我去百貨公司，嗰種興奮同埋對商品嘅信任。以前嘅人做生意講嘅係口碑，講嘅係長遠。而家呢，講嘅係快錢，講嘅係點樣喺最短時間入面用最爛嘅嘢呃到最多嘅錢。呢種價值觀嘅轉變，先係最令我哋痛心嘅事。所以下次你再見到呢類一節起嘅清倉，記得諗返我今日講嘅嘢，多問一句，多望一眼，多查一下，可能就幫你慳返幾百甚至幾千蚊。最重要係唔好俾嗰種貪小便宜嘅心態害咗你。記住，真正嘅便宜係買到物有所值嘅嘢，而唔係買一件你根本唔需要、質素極差嘅垃圾返去。呢次先施實測真係令我大開眼界，亦都令我對呢個所謂嘅百貨王國徹底幻滅。香港人醒下啦，唔好再俾呢啲清倉騙術繼續喺我哋嘅城市入面招搖撞騙。我哋需要嘅係誠實嘅商家，而唔係呢啲專呃阿婆嘅騙子。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資訊分享出去，尤其係要話俾你哋身邊嘅老人家聽，唔好再俾佢哋去呢啲陷阱度受氣受騙。我哋下次見，再帶大家去揭開更多社會上嘅真相。最後，我想再次強調，年份同歲數嘅嘢，我哋要記住。由1900年到而家126年嘅信譽，竟然喺呢幾年入面毀於一旦。一個60幾歲、70幾歲嘅老人家，佢哋嘅信任唔應該被咁樣踐踏。呢個世界需要多啲真誠，少啲騙局。希望先施呢個名字，最後留喺大家心目中嘅，依然係當年馬英彪先生創辦時嗰份誠實無欺嘅初心，而唔係今日呢場令人作嘔嘅清倉騷。大家一定要帶眼識人，帶眼買嘢。我再次行過門口，睇住嗰對石獅子，好似都喺度為呢間公司嘅現狀感到羞恥。呢場實測唔單止係踢爆一間公司嘅行為，更加係對呢種社會風氣嘅一種控訴。唔好再做騙子嘅幫兇，唔好再去光顧呢啲無良嘅清倉。如果你仲有懷疑，你可以自己入去行一個圈，唔好帶銀包，淨係帶眼去睇。你會發現我講嘅每一句話都係真嘅。你會見到嗰啲所謂嘅一節標籤下面係掩蓋住幾咁醜陋嘅真相。香港人加油，保持清醒，我哋值得更好嘅消費環境。